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8号。這一期咱們聊一個發生在一個中石化加油站身上離奇的故事。這是什麼一個事？根据福建電視台報道說，福州長樂區江田鎮一家中石化加油站屢遭當地村民圍堵，導致這個加油站沒有辦法正常營業，只能停業209天。那損失非常巨大，幾百萬。當地村民為什麼要圍堵這個加油站呢？當地村民用这個鋼筋，用那些把那個加油站的進出口給它焊上。那地方政府做了些什麼？當地的派出所警察做了些什麼？一個中石化的加油站不能正常經營，它遭遇到什麼？根據媒體報道說，當地政府在調解過程中建議加油站花錢買平安。從20萬、30萬到55萬，再到每年200萬，出血的數額在增加。而當地派出所出警後，不但不糾正違法，反倒發函建議暫緩營業。這是一個足夠荒唐、足夠顛倒的案例。村民進行土地維權，圍的卻是一塊早在30年前就經當地政府批准，用地建房也在20多年前辦理了相應的行政許可以及傳属登記的土地。那為什麼30年以後這些村民也來維權呢？鎮政府居然調解，讓企業捐款，這哪是捐款，這不就是訛詐嗎？具體情況咱們看福建電視台的報道，大家看視頻。在福州長樂江田鎮有一家加油站，用地建房經過審批登記，也經法院確認有權用地。然而就是這樣一家企業，3年來屢屢遭到圍堵，被迫停業，哪怕向政府部門、司法機關尋求幫助，也依然無法營業。問題究竟出在了哪兒呢？一起來看記者的調查。攔路、圍堵、設卡，自2023年起，張板村部分村民接連阻撓江田鎮中石化加油站營業。我們好多村民在這圍着他嘛，50幾個人，有什麼違法？那我們不管，我們還沒有去堵到這一塊了，我們還得圍掉。圍堵的村民人數眾多，甚至拍攝視頻鼓動轉發，試圖引發公眾對這一事件的關注。請大家多多支持，多多轉發。2025年9月，村民更是直接在加油站的出入口通道焊上了鐵欄杆。這個人是我們的，他沒有出租款沒給我們，每年租金20萬嘛。村民認為圍堵是在維權，可是加油站出租方負責人黃秀華對此滿是無奈。每個部門的我都有審批出來，想不到現在村民這樣子。黃秀華拿出一疊的材料，證實加油站使用9.8畝集體土地，早在30年前就經過了當地政府批准，用地建房也在20多年前辦理了相應行政許可及權屬登記。黃秀華說，此前都相安無事，也就是這3年突然有張板村代豬小組的村民出來圍堵。可是2024年有村民提起行政訴訟，經福州市台江區人民法院、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確認加油站係有權使用案涉集體土地，並裁定駁回村民的訴訟請求。法院也判了，這個加油站跟他無關，但路口跟他根本就是無關，他一直在這裡做文件。然而敗訴後，村民們又提出加油站門前的福北線公路徵地有爭議。像這個福北線加寬了，然後剩下1.65畝沒有徵的，就剩下這一塊了，沒被徵走肯定是我們的嘛。這塊地就被他占用了，現在被他用了嘛。現在目前就是爭議這一塊。村民認為福北線公路拓寬改造時已經徵用了村集體土地，但因規劃變更致使實際道路發生偏移，留下的1.656畝的邊角地未使用，應屬於未徵地塊。他路斜了一點，跟我企業什麼關係？我又不是我有這個權利能修這個路，路也是你江田鎮作為業主，你怎麼做也是你政府的問題呀，你怎麼來說找我企業有什麼問題？況且對於這塊邊角地，張板村委會回應，早在10年前就已經全部徵收。人家都徵走了，路都做了，這是不是？啊，這裡面的錢我們也收到了。2015年5月25號嘛，也開的這個會議嘛，也已經置換了，村民代表什麼都簽了，還有那個方案都有了吧，全部都有了。這個地跟錢跟你們村民都沒關係的。
在這一份2014年的福北路改造工程補償方案裡，就涵蓋了殘留的邊角地。村主任透露，當時村民選擇不要補償，而是要置換到村內的一片林地。此外，在長樂區政府和江田鎮政府的信訪答复中，也都明確所涉地塊已置換。是已經有置換協議了嗎？有協議，但是沒置換成功啊。再說他置換給領地給我們領地敢要嗎？就村民代表大會，還有包括協議上面都有明確講說這是林地，要經過審批才能用。他不是上面已經都寫了嗎？那我不知道，我們又沒在其中。他村民怎麼不懂？他不懂之前怎麼會去告？後面他知道了這裡是無理取鬧了，後面他就不敢去告了。他就根本他就是故意這樣子的，他怎麼不懂法？他絕對就是會懂這個法律的，故意這樣子來耍賴，來堵我，來逼迫我。從張板村委會到信訪答复件都已經明確，公路拓寬所涉的地塊已經是置換了。可是時隔多年，村民卻以沒參加會議為由否認置換事宜。但哪怕是對公路徵收有異議，村民也不應該找加油站維權。對此，法律人士也做出了分析，應該是找征地徵收部門來主張權益，那麼不可殃及池魚。村民非常簡單粗暴的這樣的擾亂生產經營秩序和公共秩序的行為啊，是對這個加油站的一種侵權。那麼村民為何沒有找江田鎮政府主張權益，反倒找加油站維權呢？你們政府幹話，政府這裡下車，我們就能夠以那個民間的話就是來維權了。村民回應，他們希望鎮政府能夠出面解決，可是江田鎮政府又推回給了加油站。對此，記者也前往江田鎮政府核實。做我們這些個月村民呢，那條魚冇溜魚都可以啊。我們只不過是那個配合你們做一些工作。但是这個是耕地這塊應該業主單位是我們鎮政府這邊啊，怎麼變成我們這個政府沒？我不跟你講。黃秀華指出，江田鎮政府並未對村民進行有效引導，之後的一番系列操作更是加劇了村民的圍堵。2025年1月，江田鎮政府和村民開了一場專題會議，竟稱未查詢到相關土地調整置換的正式記錄文書，從而要求張板村委會向代租小組租用該地塊，年租金20萬。而這份專題會議紀要反倒成了村民們圍堵的底氣。目前存在的矛盾，他這幾個信訪目前就是用這一張他不管你了，他說你這裡把我錯認了，我地就是在這裡。你這叫為什麼這裡面那個會議記錄還做1年20萬，還做得出來？會議紀要也寫得很明白嘛，有這個會議紀要也不是我們隨便亂說了嘛，亂做了嘛。會議紀要一般情況下不直接對外產生法律效力，更不能代替審批手續和正式文書。更何況這場會議並沒有邀請利益相關方張板村委會和企業參加。跳過這邊的跟村民那邊自己發生關係。原則上，這類文件是不能夠就沒有參會的一方或者是沒有參會的多方規定他們的權利或者義務的。這個鎮政府就在會議紀要中沒有邀請權利義務相關的村委會以及企業方代表參加，卻規定了這兩方的相關權利義務。所以在此類情況之下，我們明顯能看到在程序上也是存在一定的瑕疵的。而在這場會議之後，江田鎮政府緊接着就讓加油站花錢買平安。他現在就是說推到說我們企業要去買這個單，我們後來我們也接受說，那我接受，既然你政府說叫我們企業出這個錢，我也願意說，出了怎麼妥協？苦於企業無法正常開業，黃秀華選擇妥協讓步，可沒想到卻是陷入了另一個泥潭中。記者注意到，在這兩份調解協議裡，一份是乙方自願向代租村民小組捐款55萬元，由張板村委會代收；另一份則耐人尋味，是要給145萬元，名義是用於所涉地塊重新啟動並完善徵收程序。可一問這兩筆錢的事，江田鎮政府人員則讳莫如深。你問我，你今天過來聊其他的事情可以，如果聊這個事情，我跟你聊。按照鎮政府指示，當市石化公司轉了第一筆資金30萬元，可村民並沒有停止圍堵行為。
那轉到村委會沒，土地是我們沒到我們手上啊，那肯定村委不收啊，不護啊。即使鎮政府出了專題會議紀要，企業也願意捐錢妥協。可是張板村主任認為不妥，這樣會縱容不當維權，因此拒絕在調解協議裡蓋章簽字，也拒絕發放這筆30萬元，希望能有個更好的解決辦法。是你的，當然我要你出，這個很正常啊。是啊，你不是你的，你沒有，你說啊，你鬧一下就變成你的，那以後怎麼弄啊？他那個他沒有，你說給他租，那我會被其他村民打。因為我們作為一種村幹部，我們因為什麼要針對？不是針對你這幾個人了，我們要針對整個村裡面的村民啊。可是，在村委會這邊受阻後，2025年5月，江田鎮政府又讓當市石化公司簽了一份調解協議，轉而向江田鎮商會捐贈55萬元。可村民又來鬧事了，是捐款啊，不是租金啊，如果租金就好講了。黃秀華的石化公司先後出資85萬，加油站依然無法正常營業。但再次找到江田鎮政府，得到的答覆是錢捐的不夠。原本到位的200萬已捐贈了，其實呢，也就行。然後問題是每年，所以說就從第一天我就太順着他，就滿口答應他出錢，出到現在打我到背鍋背不起來的，真的我受不了他們這樣子。在採訪中，記者曾對這個處在三岔口上的中石化加油站進行了蹲點觀察。雖然在地圖軟件上該加油站顯示暫停營業，可僅一上午就有10多輛車前來加油。只是看到入口的鐵欄杆，這些車輛只能捨近求遠，繞行到其他加油站去。你加不了是嗎？對，本來想來這邊，這裡加不了是吧？那整個大牌子，2025年6月，中石化福州分公司發函稱，加油站已陸續停業近140天，預估營業損失約人民幣151萬。到了2025年11月，中石化福州分公司再發函稱，已陸續停業209天，損失約人民幣710.6萬。一邊是加油站無法正常生產經營，一邊是一再被要求出資捐款。黃秀華這3年多方奔走維權，報警過、信訪過、調解過、起訴過。2025年5月，長樂區政府為這事召開專題會議，提出村民不合理的訴求及行為，公安部門要予以打擊，不能採取以圍堵加油站影響正常經營的方式反映訴求。黃秀華一度以為事情有了眉目，可多次報了警，還是不起作用。派出所你都不出去，只是出去，哎呀這樣子都在那邊看了，你看我看他。更讓黃秀華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海防派出所甚至發函稱，為避免群體性事件，建議加油站暫緩營業。就犯才這樣。對啊，你們這個事情都沒解決，你怎麼開了就過來了？又過來圍着你們了？我們是想問的是，他拿這種方式來阻門啊，阻這種算不算違法？這個我跟你說是裝牛角尖的問題，我沒辦法回答你。你直接後門開，後門是公共的。企業合規經營卻沒有得到應有保護，村民的不合理維權卻沒有有力處置，徵地糾紛矛盾也沒有有效化解。黃秀華提出的一系列質疑，也希望能夠給出一個答案。如果一味的為了這個就是不讓輿情發生，而去讓合法的經營者的權益一步又一步的受損，也會縱容違法者的囂張的氣焰，那麼有可能呢會提出更多就是無理的非法的請求，可能會讓這樣的一個局勢更加難以的控制。一定要明白，調解不等於和稀泥。在本案之中來講呢，我們的政府在我们的執法過程之中，部分幹部心中還存在着一些花錢買平安的這麼一個心理狀態。這種來講，對於我們的營商環境建設是極為不利的。為過路車輛續航的加油站，竟因徵地糾紛陷入無路可走的困境。這場持續3年的爭議，恰恰折射出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的深刻內涵。優化營商環境條例明確要求政府部門落實監管責任，及時解決企業困難。這場拖了3年的糾紛，暴露出部分地區基層治理中執法缺位、行政失序的短板。
唯有讓法治成為定分指針的準繩，才能讓每一個市場主體都走在暢通的發展之路上。我把這個事捋一下，不一定完全準確。根據福建電視台的報道，這塊地是30年前的一個事情。當時福建長樂區江田鎮要修一條路，那修這個路旁邊規劃的就加油站。當時這些徵地手續都辦完了，結果修路的時候，這個路一偏，導致那個路和加油站之間，那就出現一個大概1.5亩、1.6亩的這麼一塊長條形的這個地塊啊，就變得模糊起来。什麼意思？模糊起來？這個路它可以規劃重新路線稍微調整一下，這恐怕都是合理合法的。但是你那個加油站你不能亂動，規劃沒有調整，所以導致中間多這麼一塊地。那根據當時參與的人的說法，這個1.6畝的地已經置換成林地了，也就是這塊地實際上也是真了。那問題就來了，糾紛就是這麼1.6畝的地，那現在的村民以不知道為理由搞不清。那村民說搞不清，沒有參加會議，30年前的事情不知道，以這個為由，加上鎮政府他出了個會議紀要，政府為這種行為背書撐腰，說他們在那個文件裡面也沒有找到。這個村民一下就相當於拿到了尚方寶劍，讓這個事情本來是個很清晰的事情，結果變得更加模糊。這個村民就去告狀，拿起法律的武器，這個也是对的，你不服就告狀。結果從基層法院打到中級法院，再打到福建省高院，都是村民败訴。也就是法律這条路是不利於村民維權，這個時候維權就得打個引號了。官司打不贏，那我就堵路，把你們門給封上，讓你沒有辦法正常營業，就這麼個事情。這個企業那沒辦法，只能找政府，而政府的態度，你看看，從每年租金20萬到50萬，到最後說1年給200萬，胃口是越來越大，就這麼個事。實際上大家把這個視頻看完，再把這個捋一下，實際上就這麼一個明顯的地方政府在敲詐這個企業，實際上這個對當地的營商環境非常不好。這個事情發生在福建，如果發生在其他欠發達地區，上海關以北，大家恐怕還能接受，覺得習以為常。但是連福建的這些相對發達的地方也這麼搞，確實大失所望。說來說去，我認為就是缺錢，對吧？地方政府的它有村一級的，有鎮一級的，有縣一级的，區一级的，各级都缺錢，都在想办法找錢。有的地方就把泥巴卖成金子的價格去騙銀行的錢。沒辦法，這是屬於文騙。那長樂江田鎮就屬於武騙，就是直接搶、訛詐、敲詐。這個你看，這個村委會好像這個加油站把30萬打到村委會，那就是花錢買平安，行，給你們錢，說我正常營業。結果村委會把這錢扣着不發，放在那兒，為什麼呢？村委會的理由非常冠冕堂皇，什麼這個地已經徵過了，亂七八糟的。大家恐怕以為這個村委會是秉公執法，實際上不是。這村委会實際上就是想把事搞大，30萬少了，大家知道這種操作就是想把事整大。如果村委會真的把这錢給這個村民一發，因為1.6畝地恐怕涉及的村民不多，大家知道那塊地以前是誰的，也可能就涉及到幾戶村民或者10幾戶村民。那你要發就給這10幾戶發，那其他的人村長支書，所以他不發這事就沒完，就接着要。所以說這個村委會也沒安好心，不要看他講的冠冕堂皇。他們是互相打配合，那鎮政府就在上面獅子大開口，說你得加錢，30萬不夠，50萬，等你掏50萬的時候，50萬還不夠，要200萬。而且因為他這個地已經徵過了，已經手續都已經辦完了，傳屬都已經辦完了，不存在再補交什麼錢，所以他只能以捐款的名義。你說這不就是敲詐嗎？你說我補錢也行，我給你租金，那你給我收據，你得给我合同是吧？我1年給你20万。30萬給不了，因為這地不是他們的，到時候一打官司，你這個就屬於不當得利，對吧？這地不是你的，你憑什麼租給人家？1年收人20萬，皮之不存，毛將復焉。你要50萬，那更不合理了。如果你要說你這個地是真地，補收這個差價，那你找出依據，所有的你得找出依據，你收費你依的是哪一條？所以他也沒辦法，畢竟這個官司已經3級法院都判這個村民輸了，也就是村委会和鎮政府都輸了，所以他最後想出一個捐款，对吧？捐款是你自願的，這個錢一捐到他們，那哪些人得好處，哪些人分，你就管不着了。我也不是說他們貪污了，所以說你這麼一看，這不就是地方政府缺錢嗎？拿着這個說事，訛你一把。加油站油水足，加油站不就是在加錢嗎？加油站就是印鈔機，而且它流水盈利是很穩定的，每年村上抽頭
這個說明什麼？實際上大背景就是地方政府啊，土地財政难以為继，沒錢怎麼辦？那就各種手段找錢。所以像这個中石化的加油站沒有辦法營業，遭到維權，這恐怕只是九牛一毛啊！未來像這樣的事情，甚至比這更離奇的事情會層出不窮。這歸根結底就是缺錢，沒辦法。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經濟發達的地方的政府恐怕他搞錢的路數多一點，溫柔一點，所以這些民營企業或者這些企業啊能忍。有的地方動作就比較粗暴一點，也就是比較樸實一點，直接要你捐款，你也不捐，那村民就去圍堵。而地方的派出所，你看他們都是一家的，政府沒錢了，派出所獎金工資都夠嗆，對吧？不一定能發得下來。現在應該是叫放水養魚，偏偏搞成殺雞取卵，為什麼這麼粗暴呢？說明形勢緊迫，缺錢也很嚴重。正好最近你看，福建從2026年1月1日起賦予鄉鎮街道286項行政處罰權。這個是東南網報道的，說近日福建省司法廳、福建省省委編辦印發通知，公布了福建省賦予鄉鎮街道行政執法事項指導目錄2026年，以下簡稱指導目錄2026年。根据這份目錄，相當於福建省把286項行政處罰權直接下放到街道鎮，也所謂的江田鎮。以後從2026年1月1號起，江田鎮不僅可以讓這個村民去圍堵、去維權，鎮政府可以直接上門罰款了，因為他有這個權利了。給基層政府授予更多的罰款的權利，行政處罰權嗎？那不就是讓他想辦法開源嗎？為什麼？不就說明地方政府沒錢，尤其是福建，恐怕那些下面的縣裡、鎮裡缺錢嚴重。並且我看有媒體報道，這福建從11月1號開始，你騎電動車打電話、接電話都要罰50。你現在電動車的時速不超過25公里。爬個坡還沒你走着快，但是你不能接電話，接電話就罰50，說明缺錢缺到什麼程度？難道只有福建省一個地方是這樣嗎？實際上不是，我相信欠發達地區，比如西部，恐怕比這離奇的還有更離奇。這個還只是讓你對吧破財消災，一年捐200萬，畢竟沒有把你企業沒收。那很多地方，甘肅還有什麼，咱們都報道過，貴州直接把你企業沒收，找誰說理去？缺錢呢？以上市公司為例，2025年上市公司補繳稅款事項大幅增加。2025年1到11月，共有64家 A 股上市公司發生補繳稅款事項，合計補繳稅款和滯納金30億。根據媒體統計說，2023年是重要的分水嶺。2023年之前，上市公司補稅是非常偶發事項，也就是2023年之前就沒有出現過上市公司要補稅的。2023年之後，上市公司補稅事項已屢見不鮮，且大幅增加之勢。在2025年尚未結束的情況下，已較2024年全年補稅上市公司數量增加156%，合計補繳稅款金額增加185%，這個會愈演愈烈，這就是缺錢嗎？所以你看，福建長樂江田中石化加油站以前是相安無事呢，這20多年來也沒人說這事。2024年開始維權，為什麼？所以這不是巧合，這就是因為扛到那時候政府沒錢，確實沒轍，天天在那盤算從哪兒還能扣點錢出來。別的地方拿泥巴能賣出金子，估計福建也沒有那麼好的題材故事講。所以從這兒就可以看出經濟形勢是惡化，地方政府沒錢，那怎麼辦？所以會導致營商環境惡化，是不是又導致經濟惡化？這就是恐怖螺旋，這是個必然趨勢，沒有辦法，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咱們很久以前就說了，當公務員發不出工資，當公務員的日子過得不好的時候，你還想獨自偷歡是嗎？你還想歲月靜好是嗎？想多了。你看行政處罰權一下放，人人都可以去罰款了，這個含義恐怕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嚴重。道理大家都懂，政府更懂，你這麼幹不利於招商引資，不利於當地的經濟發展，不利於法治建設，但是沒有辦法，缺錢。你看這個就是皇權不下鄉，上有政策下有對策，3級法院判決都沒用，對吧？镇政府帶頭違法，默許縱容村民去
所謂的維權，你有什麼辦法？上哪兒講理呢？他這個被媒體報道了，很有可能引起了關注，那麼能夠得到糾正。那還有很多沒有報道的，也有多少企業捐款了、忍了，細思恐極。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